繼續來看國民黨新媒體部前主任韋順佑做一塊影片宣傳反毒油，不過伊是用 AI 的技術合成着賴總統的聲音來變聲，因為安尼刑事局佫找上門來調查。網紅四菜鳥再度來破文，講韋順佑是李四川競選團隊的4本條之一，伊質疑是李四川甲指使的。不過韋順佑講無這代誌。橋不只是橋，連起這片土地。用橋梁意象打造競選主視角，這個由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親身配音，表現李四川會曉做代志形象。幕後做影片的就是國民黨新媒體部前主任韋順佑。不過最近因為盜用影片，叫自己用 AI 改造總統賴清德聲音，網紅四菜鳥的破文想要問李四川敢知影這件代志？破文直接點名李四川，講韋順佑是李四川競選團隊4本條之一，所以我想要請問李四川、韋順佑用 AI 合成國家元首的聲音，這件代志敢嘛是李四川去煽動人做？太高估我了，我就是一個年輕人去支持我想支持的候選人，沒有受到李四川個人對我的這個任何的指使。我支持他，最起碼讓這個全民知道這個毒油會對我們在生活上吃進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在這裡也要呼籲政府應該聽進所有市民的聲音。敢是團隊成員李四川無正面回應，不過有甲鬥成員安那進前蔣萬安特別講，家己有特別拜託韋順佑的團隊協助做宣傳影片。這嘛，民進黨立委李坤祥講，你要丟話。那現在又多了一個幕後的這個常進人，他自己講了啊，他自己講說講完他自己講他是教唆的啊，難道不應該去查嗎？我們會配合檢察官的指示，我們來辦理。民進黨要挺蔣萬安煽動犯罪，國民黨是罵政府查水票，反毒油的抗議才煞去，後續的風波有關判無效。